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富訊息。今日有新拍檔啊 Kitty 啊，市場焦點咧近期又落咗響中東緊張局勢嘅升級啦，咁影響咗霍爾木茲海峽航道嘅運作。咁呢個亦都引發咗市場對於滯脹嘅憂慮嘅。咁呢個某程度咧都會影響翻環球央行嘅貨幣政策喎。係啊，Ivan，上星期咧就有7間主要嘅央行議息，包括美國、歐元區、英國、日本、澳洲、加拿大同埋瑞士嘅。咁先講下美國聯儲局，上星期連續第二次維持利率喺3.5%至到3.75%不變，而同時亦都調升咗對於 GDP 增長同埋咧核心通脹嘅展望。不過咧失業率同埋利率嘅中位數就喺去年12月估算係保持一致嘅。係啊，整體嚟講啦，呢一次嘅議息就反映美聯儲對經濟韌性保持相對樂觀嘅態度啦。咁但係對於油價所造成嘅通脹風險咧，亦都保持警惕喎。係啊，咁不過市場咧已經開始擔心，如果霍爾木茲海峽未能正常運作嘅話咧，有機會會導致環球經濟出現衰退嘅風險㗎。係啊，而美元指數咧就一度向上係突破100嘅水平啦，咁反映翻投資者嘅避險情緒。咁不過咧，由於市場咧亦都開始預期環球央行咧係有機會加息去抗通脹。咁利率期貨顯示啦，歐洲央行咧4月加息嘅機率咧就升到去60%。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反過嚟咧係限制翻美元指數嘅升幅嘅。咁美元指數上方嘅阻力咧可以參考翻102嘅水平，而短線嘅支持咧就可以參考翻200天線98.40嘅水平㗎。Kitty 啊，我哋不如講下澳洲紙啦。好啊，咁澳洲央行上星期咧進一步加息，將利率咧喺3.85%提升至到4.1%，咁亦都係繼2月議息會之後連續第二次加息㗎啦。澳洲央行表示需要提高借貸成本嚟到去壓抑通脹，而近嚟中東嘅衝突導致咧燃油嘅價格大幅上漲，假如情況持續嘅話，預計咧通脹有機會喺2026年持續高過目標嘅區間。而行長咧布洛克亦都表示啦，若然咧唔壓抑超額嘅需求，企業咧將會將成本咧轉嫁，並且咧係會帶嚟更加長期嘅通貨膨脹㗎。係啊，咁雖然澳洲央行咧喺咁多間主要央行之中嘅政策咧嘅表現係最鷹㗎，咁但係一方面啦，澳元年初以嚟咧已經累積咗唔少嘅升幅，咁加上咧澳元對風險偏好咧係相對比較敏感，而喺近期避險情緒升溫嘅背景底下啦，就出現咗回落，咁對美金咧一度跌至到0.69水平嘅附近嘅。係啊，咁整體而言咧，澳洲當地就業嘅市場嘅供應咧係相對緊張，而加上咧澳洲官方嘅利率咧現時亦都係喺主要嘅貨幣當中最高嘅，而市場仲預計澳洲央行有機會喺5月進一步加息，咁都會咧對於澳元係能夠構成支持嘅。澳元對美元咧短線嘅參考支持喺0.69嘅水平，而進一步嘅支持參考喺100天線0.68左右附近。Ivan 啊，日本央行咧上週議息已經係連續第2次按兵不動嘞喎。係啊 ，Kitty，日本央行咧3月會議咧就以8:1通過維持利率響0.75厘不變啦。咁表示到咧 CPI 嘅按年升幅咧係有機會放緩到2% 以下。咁不過受到油價上升嘅影響咧，可能會令到呢個 CPI 咧再次加速。咁央行亦都表示啦，會以實現通脹2% 為目標咧，去調整貨幣政策㗎。咁由於日本央行咧響加息嘅步伐咧比較偏向審慎，咁所以導致到整體日元嘅表現咧係偏弱嘅。係咁，不過咧，日本咧喺3月份嘅春鬥薪酬嘅談判咧，初步顯示日本大型嘅企業加薪嘅幅度係達至5.26%，咁亦都係咧35年以嚟最大嘅升幅，咁將會有機會咧成為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嘅重要支撐。而市場咧預期日本央行喺4月份議息會嘅加息機率係高達60%嘅。技術走勢方面，美元對日元160水平普遍被視為重要嘅阻力，小心提防如果美元走強可能會出現突破，咁但係亦都有機會會惹嚟干預。咁相反，若果美元走弱嘅話，美元對日元則有機會下試155嘅水平。好啦，今集時間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